今年係2026年，又到4月1號，哥哥張國榮已經離開我哋23年。睇返影片，仍然係歷歷在目。大家係咪好掛住哥哥呢？我哋一齊去返文華酒店嘅現場，睇返哥哥嘅歌迷、影迷，佢哋嚟自世界各地嘅，對哥哥嘅獻花、留言，仍然好懷念哥哥。思念哥哥，咁我哋一齊去邊睇睇現場嘅情況。
除咗文華酒店，咁喺星光大道或者近期嘅福田都有張國榮嘅紀念嘅活動啦。咁我哋亦都有啲照片，我哋一齊入去睇睇咧。
多謝收睇，有時間亦都可以訂我 Arcot Channel， 咁裏邊都有啲張國榮嘅特輯嘅。咁我哋預告一下，聽日我哋會再走訪文華東方酒店同埋星光大道，希望可以拍多啲新嘅資訊俾大家睇，因為聽日會更加多人、更加多花束、更加多留言。好多謝大家，再見，拜拜。